兄弟姐妹平安，你今天喜乐吗？如果我们还不够喜乐，
让我们借着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借着在诗歌中的祷告，让我们更加的喜乐。让我们站起来，一起来荣耀他。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大君王，因为他配得我们赞美。是的，让我们唱哈利路亚的声音，让我们的声音像众水涌流一样，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恳求神把他的荣耀降下到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再唱一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是习在即在的主，你是起初的幕后的，现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是的，我们一边祷告一边唱歌的时候，让哈利路亚唱进我们的心，让哈利路亚来荣耀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神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主啊，你是习在即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幕后的，现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主，你是起初末后的主，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尽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们全心敬拜你，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是的，让我们拍掌来赞美他，让我们唱歌来赞美他。我们不只唱哈利路亚来赞美主，我们这时候我们也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向主说：主啊，我已经预备好，在这边要领受你的话语。主耶稣，我在这边预备好要来敬拜你。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面对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主，我将你话语藏在我心，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眼里。主啊，亲近我。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归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归还，你的话却成形。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眼里。主啊，亲近我。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兄弟姐妹，这时候我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主上帝，我是否在这个礼拜，在最近的生活，是否有得罪你的地方？我的生活是否有没有亲近你的地方？我们相信主是恩典的主，当我们向他陈明我们的心意，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这时候花一点时间，我们向主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孩子们到你面前，求你怜悯我们，不过是尘土。求你赦免我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也赦免我们那些在人际关系的冲突上面，在敬拜你、忽略你的上面，都恳求你来赦免。主啊，我们把自己全心仰望到你面前，恳求你洁净我们，带领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用渴慕来敬拜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归还，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你亲近我，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是的，我们求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也恳求圣经的话语能够实际的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继续来祷告、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向主有一个心说：主啊，我愿意在今天再一次把我的生命摆在你面前，愿这地成为祭坛，让我的心完全献在你面前。我们用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祷告与敬拜。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领过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己。征战不发，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是的，让这成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献上自己，献上自己完全降服于你，完全降服于你，你破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己。让我们迈开步伐，迈开征战步伐，让我们高举它，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重建，让我们重建大卫到他的帐幕。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生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重建，让我们重建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你
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收被坏的期盼，释放自主的灵感，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你国度降临，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你荣耀国度，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我们愿意将自己摆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手中。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同心的在你面前，用祷告的心来寻求你的面。我们远离所有的恶行，单单的来跟随你，全心的全意来敬拜你，来荣耀你，因你是复兴这全地的君王，在我们生命中永远是我们的唯一。我们在这也要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里，你每一时每一刻，你都看顾着我们，时时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着你，我们才能够有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纵使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也不必担心，也不必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再次的献上感谢。亲爱的主，今天是社教的124周年的主日，谢谢你让士林教会能在士林这个地区社教124年，宣扬你的话语，带领更多人来认识你。我们也在此时蒙你的赐福，有意向，有能力，新建教育馆。也愿主你继续的带领教会，在未来在推动的每项宣教事工，都有主你加倍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也谢谢你看顾教会的教育馆的兴建。目前教育馆的兴建也都顺利的在进行当中，虽然离完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恳求你的灵与所有兴建的工程人员都能够同在，让他们在所做的每一项工程都能平安，也能够顺利的完成。今天是社教的124周年的主日，我们感谢你带领林真坤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你的讯息，也愿主你加倍的灵与牧师同在。我们也将今天的礼拜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大能充满在这礼拜当中，也临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靠着这大能的充满以及牧师的讲道，我们的生命再次的重新得力。这时我们也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做我们的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我们在，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只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权柄、荣耀，全部是归宣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那我们欢迎来宾。今天有一位新来的会友，那叫巫丽珍姐妹，请你起立，我们欢迎你。她是陈丽珍的朋友，她是陈丽珍的朋友。那等一下会后，我们大家也能够一起跟她有做一些交易的。那请坐。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圣工。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中午12点半召开亲戚同工会，下午1点召开定期长执会。2017和修本感恩圣经善写活动正式启动，国内短宣开始报名，欢迎有负担的人到招待桌索取报名表。3月份的丰盛人生，请到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105学年度第1学期奖学金开始申请，到3月19号为止。下礼拜是好消息电视台事工奉献主日，下周的主日礼拜由许佩文传道主礼。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敬拜诗歌服事培训，邀请外展、主日学及敬拜同工参加。3月18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关怀事工部举办读书分享会，欢迎参加。本会在4月2号下午1点半举行士林教会信徒联合追思礼拜，要参加的家庭，请在3月26号前将报名资料缴交到办公室。上半年度的学道班在3月19号开课，要受洗的人请报名参加学道班。教育馆新建工程已开始进行地质改良桩 CCP 止水桩施工，求主保守顺利平安。明天是松年月例会，邀请郑伟洲牧师分享信息，欢迎邀请亲友参加。4月24号到4月28号，北中松年部到越南下龙湾举行春季灵修旅，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本会定于每个礼拜天下午1点，少年团契 KB Center 读书小组在尼西米教室念书。本周六晚上7点举行周六崇拜，欢迎大家参加。3月12号星期天中午12点半主日学老师会议。3月18号星期六台神举办门徒营特会，3月6号报名截止，详情请洽办公室。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们代祷。那攻读圣经，那今天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下6章1到15节。撒母耳记下6章1到15节，在旧约的和本428页。好，那我这边我来念。第6章第1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共3万名。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众百姓前往，要从巴拉犹大那里将神的约柜接上来。这约柜是以坐在二基里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命名的。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山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沙和亚西约赶这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山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亚西约在约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随着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跳舞。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沙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的怒气向乌沙发作，神因这冒犯在这里击打他，他就死在那里。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突然冲出撞死乌沙就生气，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沙，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
可到我这里来呢？”于是大卫不愿将耶和华的约柜接进大卫城他自己的地方，却转送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约柜的缘故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接上来，到大卫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畜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来。以上讲道，今天讲道题目是侍奉上帝的话，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我们请林真坤牧师。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刚刚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非常感动。特别唱到说：“上帝，我们要将你的话深藏在心里，免得我犯罪，免得我远离你。”我就想到说，我现在住在阳明山顶头的地方，大家都觉得说：“哎呀，你住在阳明山太好了，好美好棒的地方，很幽静啊，环境又很棒。”我告诉你，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交通。每一次呢，我要下山的时候，每一次都塞车，所以我是骑摩托车的。每当我骑摩托车从山上要下来的时候，因为塞车塞得很厉害，你知道吗？骑摩托车的好处就可以钻洞，你知道吗？哇，就从旁边这样咻咻咻，他们塞了1个钟头，我3分钟就可以从山上到山下来。可是年纪渐渐大了，我的速度就越来越慢。可是速度慢的结果是怎样？会有一个现象，就后面会有很多人常常超车。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发现那个超车人太过分了。等一下从我左边超，等一下又从右边又来超，我真的心里面有很多的 OS， 你懂我意思吗？心情非常的无助干枯，所以呢，我就在那里面很生气的，然后开始要骂人这样。当我想要骂人的时候，转头一念，我发现说，虽然我很不舒服，可是这些人大概比我更急，他大概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往前面跑，所以他超我的车。应该是情有可原吧。上帝，你祝福他。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就一直开阔出来，我就一直祝福那个为我超车的人，然后就顺便为了那个塞车当中辛苦的人为他们祷告。我就祝福他们，希望在阳明山，无论是上山的下山的所有的车队，大家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我们要活出上帝的话，就是要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出见证，这是内里的生命。如果当你的内里的生命如果平安的时候，那么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就可以过平安喜乐的生活。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一起来祷告。至圣至尊至荣耀坐在高高宝座的上帝，我们献上感谢赞美，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在主你的圣日，就是你复活的主日，在这里敬拜，在这里唱诗歌，荣耀你的名，让你的圣殿充满敬拜，充满赞美，充满你自己的祷告，充满上帝你自己的话语同在。愿主你祝福，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借着你无用的仆人所说人有限的话语，在你圣灵的感动当中，让我们得着完全的领受。这样恭敬祷告，靠耶稣基督至尊的圣名，阿们。我想我们大家的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一件事情，罗马帝国的皇帝身为皇帝那不得了，老婆很多，这是一个特点。因为老婆很多，所以孩子也很多，多到一个地步，他们孩子的之间彼此不一定完全认识的。有一次，罗马帝国的皇帝出去打仗，带着他的皇子出去征战，经过了好几年，凯旋而归。因为凯旋而归，所以罗马城大开门户，然后所有的百姓欢欣鼓舞，在城门口的地方来迎接他们得胜的君王要回来了。
哇！就在那一个很多人拥挤的当中，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哇，拼命一直钻，一直钻，往哪里？往那个皇帝的那个驾车的方向一直钻过去。当他快要到达的时候呢，有一个将军就挡住那个小朋友。小朋友，你要做什么？我要靠近那一辆车。他说：“不行啊，你不能靠近，因为你知道吗？坐在那车上是谁？他是皇帝耶。”小朋友就回答他说：“没有错，他是你的皇帝，不过他是我老爸。”因为他是我老爸，哇！听见说，哇，那个是他爸爸，不得了，所以就任意那个小朋友就跳上车子，哇，欢欢喜就在老爸的怀抱的里面，好高兴。可是呢，当他很高兴在爸爸父亲的怀抱里面的时候，他就转个头，用鄙视的眼神看着那一位将军。那个爸爸就拍拍那个小朋友的肩膀，告诉他说：“好啦，你不要用这样的眼睛看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你大哥啊，将来要继承我的王位。”在座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那一位弟弟还是那一位哥哥，我不晓得，因为那个哥哥陪着爸爸已经征战多年，陪着父亲出生入死，他是这一个儿子。另外一个是还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他只是享受所有一切，做皇子，做一个皇帝儿子所要享受的一切。我不知道你是小儿子还是那一个大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应该要来侍奉上帝，不是吗？这一次的培灵会的主题叫做我渴望上帝的话。我们所用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15章第16节，那一段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那是先知耶利米的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言语是我的欢喜快乐，因我称为你名下的人。”很简单的一节经文，道出了很深的道理。那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上帝的话可以当作食物吃进去，可以把上帝的话当作食物吃进去。换一句话说，我们肉体需要食物，我们的灵性也需要食物，要喂饱我们灵性的生命，要不然我们灵性会饥饿，到最后很可能我们灵性都死了。我们需要食物，需要灵性的食物。不只是如此，为什么我得着你的言语会喜欢当作食物吃呢？因为你的言语是我的欢喜快乐。那证明一件事情，你对于上帝的话语你有所经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经历，你就不知道原来上帝的话可以成为我的欢喜快乐。如果不欢喜不快乐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活在痛苦忧伤当中的人，你记住你需要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可以让你欢喜快乐。那为什么他要经历呢？为什么他愿意来经历呢？经历上帝的话呢？因我称为你名下的人，因为我称为你名下的人。弟兄姊妹们，各位，我们是不是称为主名下的人？若是，我们就当来经历上帝的话，好吗？可是第二段的经文在西番雅书第3章那边将告诉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就却是上帝所说的话，是上帝对百姓所说的话，对他称为他名下人所说的话。这一段的话很精彩，这样告诉我们说，这是上帝的期盼。这段的经文这样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他。”这段的经文，上帝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说，到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时机成熟的时候，就是当弟兄姊妹们所有上帝的儿女都遵照神的话语来活，遵照神的话语来行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怎样做一件事情，会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我耶和华的名。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上帝的话，我们必须要研读圣经，然后要加上祷告，所以祷告跟读经是不能分开的。
对不对？所以上帝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是什么？你们要读上帝的话，而且要祷告。用什么样的话语来祷告？就是用清洁的言语来祷告。所以如果你要有清洁的言语来祷告，你必须要好好认真读圣经再加上祷告。若是这样子的话，上帝就喜悦。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说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来侍奉我，上帝要我们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的灵修祷告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来侍奉上帝。今天我们就要用将耶和华上帝的约柜抬上来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来渴慕上帝的话，然后来怎样来侍奉上帝的话。到底要怎样来侍奉上帝的话？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1节到第15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我要分成几个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我们现在了解什么是约柜。再来，我们要想想约柜曾经被掳。如果你要懂得那段经文，你必须要知道约柜曾经被掳，然后后来又回来，又回来。所以我们亦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成3个部分，一起跟大家来分享。第一，我们先来看何谓耶和华上帝的约柜。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希伯来书第9章第4节，那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约柜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去查考出埃及记，就可以知道约柜是怎么做的，那也非常清楚。因为约柜用皂荚木去做的，它的长是2肘半，应该是112.5公分，宽大概是1肘半，大概是67.5公分。然后呢，要包金，用金把它包起来。然后呢，每个角落都有4个环，是要用插上杠子来扛抬用的。从那时候开始，约柜是不可以碰触的，约柜是用抬的，不是用摸的。是你不能碰触那个约柜的本身，若是碰触，上帝就不喜悦，所以要用扛抬的，表示我们对约柜的尊重。那这么好的约柜里面放着什么？放了3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希伯来书第9章第4节所告诉我们的，有3件东西。第一个就是金罐子里面所装的玛拿，第二就是亚伦发芽的杖，第三就是2块法板。弟兄姊妹，这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那个金罐子的玛拿，那是根据圣经出埃及记第16章31节以后那边所描写的。你们当纪念你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当中所经历，上帝供应你们食物，上帝供应你们，所以上帝告诉他们，你们要纪念这事。所以上帝的话命令他们要纪念这事，因为我是耶和华上帝供应的主。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你去看民数记第17章第1节到第17节那一段的经文，就会告诉你们，当以色列百姓不听上帝的话语，结果呢，被上帝惩罚，所以好多人都死去了。就在那个时候，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必须把每一个这个族长的杖通通放在约柜的地方，放在会幕里面，看上帝怎么拣选。结果上帝拣选的亚伦的杖，亚伦的杖就止息了所有一切的灾害。我们就发现这个第二件很宝贝约柜里面的东西，亚伦的杖是具有医治的大能，代表上帝是医治的上帝。最后我们看里面有什么？法板。这2块法板，如果我们去看申命记第5章第1节一直到35节，整段的经文就在提到这个2块的法板所记载所刻的是上帝的律法，10条诫命。10条诫命。弟兄姊妹们，约柜所呈现的是什么？上帝的供应，是上帝的医治，是上帝的话语。这所有一切都是根据神的话语去做的，是根据上帝的话去做的，根据神的话去行的。这就是耶和华上帝的约柜。
我们看约柜这么宝贵，怎么会被掳呢？怎么会被掳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不遵照上帝的规矩去行，所以耶和华的约柜被掳。怎么被掳？我们必须去看撒母耳记上，从第1章开始，你就发现有好多的问题一直不断的发生，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如果你还记得，当哈拿在耶和华上帝面前祷告，他不能生孩子的时候，结果迷迷糊糊的，祭司以利来到他的面前，看见他一直祷告，喃喃自语，不断的一直讲，一直祷告，一直迫切的祷告，他以为他发疯了。你为什么这样子喃喃自语呢？他说：“我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我有苦情，所以我要仰望上帝，因为我需要有一个孩子。”他说：“愿耶和华上帝祝福你。”就结束了，打发他，随随便便打发一个需要的人。这是以利当时的光景。你看，这样一个随随便便侍奉上帝的人，他的儿子会是好的吗？你看看他的儿子更严重，因为他的根据撒母耳记上的第2章的地方，在那里描写很清楚的说到，他的2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在第12节的地方，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第17节更麻烦一点，告诉我们说，他们竟然不但不听上帝的话，而且霸占上帝的荣耀，行耶和华所不喜悦的事情。因着这样，那一段的经文在最后面的地方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多人向以利抱怨你儿子所做的事情，随随便便就不按照规矩吃那个祭肉，而且跟许多的不应该在里面在那边做一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跟女人苟合等等的事情，上帝不喜悦。很多人都告诉这个以利说：“你的儿子做这些事情，你怎么办？”他告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竟然不听。圣经就这样描写他说：“耶和华上帝想要杀他，要来继承祭司人，竟然上帝想要杀他，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为什么耶和华的约柜会被掳？因为侍奉耶和华上帝的祭司竟然背叛上帝，所以神非常的不喜悦，非常的不喜悦。在这个处境的当中，人的面对的态度又是如何呢？耶和华上帝的作为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当以色列要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们想说打仗打输了回来就说：“哎呀，上帝没有同在，不行啊！如果代表耶和华上帝的同在，就是把约柜抬出来。如果耶和华抬出来，上帝为了他的面子，所以上帝一定会跟我们同在，那么我们一定就会打胜仗。为了这个缘故，就把约柜抬出来。”以前有没有约柜抬出来？有，不过每一次约柜要抬出来，都是耶和华上帝说：“你们把约柜抬出来。”你还记得圣经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在绕耶利哥城，要攻下耶利哥城的时候，不动一兵一卒，他们只是扛着约柜，然后在那里绕耶利哥城，静静的绕，到最后一天大声呼喊的时候，耶利哥城就倒塌。你记住，每一次约柜被抬出来，都不是自己决定的，是上帝决定要把约柜抬出来，是约柜才能抬出来，否则他一直都在他应该有的位置，就是会幕内。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打仗打输了，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次约柜如果出现的时候，就一定打胜仗，但是他们没有经过上帝的允许，就擅自把会幕里面的约柜就抬出来，
他们以为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得胜了，他们完全不听上帝的话，他们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所以神十分不喜悦，以至于他们打了败仗。非利士人本来还想说，哇，糟糕，约柜又出来了，那我们一定打败了。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大胜，结果约柜就这样被掳。因为约柜在哪里，哪里就必得胜。可是上帝站在哪里，要看看谁敬畏他。如果不敬畏他，上帝就让他打败。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头，我们发现在这个处境的当中，人面对的态度，跟耶和华上帝的作为是息息相关的。结果就约柜被掳到外邦的地方去，是非常可怜的。上帝证明上帝已经不跟以色列人同在。不跟以色列人同在，但是非利士人得到了约柜又怎么样？也不尊重上帝，就认为我们打胜仗，你看连上帝都输我们了，你看我们多强啊！我们的神比他还强，所以把它放在哪里？放在大衮庙的下面去，证明说你的上帝比我们的上帝更糟糕。你看打输我们了，就摆在那里藐视耶和华上帝的约柜，以至于上帝不高兴。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一发现大衮的神像就倒在约柜的前面。他们以为说他不小心周日晚上可能是地震，我们都不晓得，无感地震，所以倒下去了，就把他扶起来。没有想到第三天起来一看，哇，大衮的头都断了，身体肢解了。才发现说事态严重，不单这样子，而且在他们非利士人的当中出现了2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大家都生了痔疮，哇，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哎呀，全身都不舒服，因为长了痔疮啊。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老鼠啊。出现在他们农作物的当中，在他们的农田的当中，以至于的所有的出产全部都被吃光了，粮食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哎呀，这个是烫手山芋约柜哦，哎呀，最好不要在我这里。所以呢，本来是在他们自己的首都，然后就送出去。他们不要这个约柜，把约柜抬走送走。送到加特的地方，加特人说我们也不要，所以又送到以革伦的地方，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没有办法解决。到了以革伦的地方，他们说约柜不能在这里，所以他们想说啊，干脆还给以色列人好了，因为这本来是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就心里想说，我们怎么样送回去？就有人建议他说，很简单的，你就造一个新的牛车，然后呢把约柜放上去，然后呢有人建议说，你就要把它要做2件礼物，你不能让空让他回去以色列地方，做2件礼物，做什么？做金老鼠5个，做5个这个金痔疮，哈，代表说我们受咒诅。这是我们的赔罪礼，然后放在新的牛车的上面去，让牛车呢就回到以色列的地方去，从以革伦的地方就让它一直走回到以色列的地方。我们看见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境界的地方，我们看见以色列因为藐视耶和华上帝的约柜，也藐视耶和华上帝的约柜，以至于他们受到极大的惩罚。来到的伯示麦的地方，那个牛车一直走，就走到伯示麦，牛就停在那里。伯示麦一看见，哇，约柜回来了，哇，非常的高兴，就把约柜接回来，然后放在一个磐石的上面，就把那个新的牛车全部给它砍下来当做柴，在那里献祭给耶和华上帝，把那个牛当做祭物，把那个牛车当做柴，然后在那里焚烧献祭给耶和华上帝。上帝啊，感谢你，约柜回到我们的国家来了，好高兴，在那里敬拜上帝。但是约柜就一直放在那个磐石上，动也没动。以后呢，有事没事就看出对约柜呢里面不知道放什么东西，就翻开来看看，
今天你看一下，明天我看一下，后天别人又看一下，有记得就关起来，没有记得就约柜就是打开的。哦，原来里面放了3样东西，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那3块石板，还有呢金罐子里面所装的玛瑙，还有什么？还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金罐子的玛瑙，还有这个亚伦发芽的杖，一共有这3个东西。哦，原来是这样，高兴就翻来看一看，不高兴就把它翻回去，不尊重啊！上帝不喜悦，所以神去击打他们，让很多人就死在那里。他们原来有55000个人，结果剩下5万人，因为有50个人就因为这样被击杀，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上帝，不尊重神。结果呢，他们就说：“哇，上帝呀，上帝的约柜大概不能放在我们这里呀。”放在这里糟糕了，我们要受到那么大的惩罚，所以他们就说，有谁愿意的就把约柜送回去吧，不要留在我们这个地方。结果呢，我们就发现说，上帝的约柜就来到了基列以琳的地方，因为基列以琳人就把约柜接过去以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好好照顾这个约柜。当时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在这位祭司亚比拿达就把约柜抬到家里去侍奉，然后不是自己侍奉，是叫他的儿子来侍奉这个约柜。来侍奉约柜，圣经描写说，因为这样，所以上帝就让以色列百姓开始生命得到一点翻转。在圣经里头这样描写说，约柜在基列耶琳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换一句话说，过去以色列百姓没有尊重耶和华上帝，藐视耶和华上帝，上帝不喜悦。现在渐渐的，以色列百姓开始倾向耶和华，才倾向耶和华呢，比较靠近耶和华一点点。可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的约柜要回到，因为大卫起来要希望把约柜从基列耶琳要带回圣城，所以用非常大的阵仗要来迎接他，要来迎接约柜。要迎接的时候，我们发现用什么方式去处理？圣经里面刚刚我们所的经文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当他们来到约柜面前的时候，他们要迎接约柜的时候，亚比拿达的2个儿子乌撒跟耶西亚赶着新车，他们将上帝的约柜在缸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的时候，耶西亚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的乐器和琴瑟、鼓拔、锣奏乐跳舞。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上帝的约柜。
上帝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上帝的约柜的旁边。我们从这段的经文，这是我们过去常常读经的时候所遇见的一个困扰，就是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不是要抬上帝的约柜，这个乌撒不是好心，因为约柜已经快要倒下去了，所以就赶快把它扶着啊！因为扶着约柜，为什么就被击打？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误解，会不了解上帝为什么这么狠，要服侍上帝的人竟然被上帝击杀。我们可能会常常有这样一个思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想想看，上帝的约柜是用抬的，而且是由特定的人来抬的，是要利未人来抬的，所有都不是按照规矩来行，所以上帝不喜悦，而且他们所做的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以至于神击打这些人，让乌撒死在那里。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要按照神所要我们做的来行，好叫我们所做的能够讨神的喜欢。大卫的心意跟作为，本来他就希望把上帝的约柜不要再停留在外邦的地方，不要在外面，一定要进到上帝的圣城里面来，到大卫的城里面来祝福我们，把上帝高举起来。他的大阵仗实在是太棒了，但是呢，那个祭司却没有好好来侍奉上帝，没有按照应该有的规矩来行，所以上帝不喜悦，以至于击打了这个乌撒，当场死在那里。第一次的失败，大卫吓死了，不敢把约柜抬回到大卫的城里面去，所以呢，就放在那个加特的地方，然后就放在那里，让这个俄别以东在那里服侍上帝的约柜。可是俄别以东完全按照圣经的规定，按照过去摩西所定下的律例典章来行，以至于我们发现俄别以东服侍耶和华上帝的约柜，大得祝福，大得祝福。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探讨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俄别以东的家族后来成为一个所有祭司当中最大阵仗的一个家族，他蒙了祝福，所以大卫很高兴，看见原来到俄别以东，因为上帝其实是祝福的，我们一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窍门我们没有抓住，以至于呢上帝没有祝福我们。上次就被有祭司被击打，就是那个乌撒。所以呢，我们现在应该要来探讨一下，到底俄别以东他们是怎么来服侍上帝的。所以大卫没有放弃，还是到了俄别以东的地方去问了俄别以东，当如何把耶和华上帝约柜带进大卫的城里。问了所有一切的细节，他明白了，按照规定他们就这样做了。因为他们这样行，所以上帝的约柜就平安的来到大卫的城里。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弟兄姊妹们，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所侍奉的根据，愿神祝福我们。最后我想用一个简短的故事来做我个人在最后的一个结束。有一对神学院的老师，他们因为很疲惫了，很累了，所以他们想休息度个假，所以就跑到了田纳西州去度假，来到一个度假村。那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他心里就想说，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打搅，就坐在一个很角落的地方，希望在那边好好的休息，吃个早餐。那个饭店很棒啊，因为有一个落地窗，远远看见就有一个山在那个地方。哇，很喜乐的吃个早餐，没有想到就看见有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就一直在白发苍苍的老人就在每一周去打寒暄，去那里跟人家讲话。他们夫妻两个就想说，最好他们不要来我们这一桌打搅我们，因为免得我们吃早餐被干扰，我们是来度假的，不是来聊天的。没有想到他还是来了，请安了以后，就问他们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你是在做什么工作啊？他就寒暄完毕，要知道他是神学的教授啊，恭喜你，愿上帝祝福你手上所做的工作。他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就觉得，这对夫妻还蛮可爱的，不错，就询问一下，很快乐，沟通的过程很快乐，就问了那个服务的人员说他们到底是谁？哦，原来他是前田纳西州的州长。他有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落基章前面远远的那个山下，他原来是住在那里。原来他是一个单亲家庭，这一个小孩子呢，从小的时候就是单亲家庭，爸爸是谁不知道。常常他最讨厌人家问他说：“你爸爸到底是谁？”他非常讨厌，每一次听到这个话，他就躲，他就藏。但是他有一件事情，每个礼拜必须要做的，就是妈妈告诉他：“你做什么我都不管你，只有一件事情，礼拜天你一定要去做礼拜，不去做礼拜是不行的，这是我对你的规定。”所以呢，他就每个礼拜去做礼拜。可他做礼拜有一个特色，他很早就到，但是他很早也就离开。什么时候离开？就是当牧师祝祷完毕以后呢，他一下子就跑掉，而且他一定坐在最后一排。因为他不希望跟别人有接触，因为他很怕人家问他一个问题，说你爸爸是谁？所以呢，他每一次的习惯性都是这样，他固定一定来做礼拜，但是一定是最早一个人离开。牧师因为那时候老牧师在牧会啊，所以呢，他出去的时候速度很慢，说噗一下子他就走掉了。可是隔没有多久，有一个新牧师来的，又高又大，脚步又很宽，所以呢，那一次来做礼拜的时候，他的速度没有那个牧师那么快，因为牧师很担心有任何一个信徒没有接待到，所以呢，动作很快，讲到祝福祷告一完毕，啪，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他一出去，他想牧师过去动作都很慢哈，所以他有一点迟疑的一下子，结果就在那个门口的地方被牧师逮到。这牧师逮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讲：“哎呀，平安平安平安，愿上帝祝福你，好高兴。哎呀，请问你爸爸是谁？”那为了这句话，他就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也最讨厌人家问他这个问题，说你爸爸是谁？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爸爸是谁。哇，就没有想到，突然间那个信徒从后面都一直出来了，因为已经聚会结束，都一直出到门口的地方去，越聚越多，又听到牧师在问他说：“你爸爸是谁？”因为这众人都很想知道的问题，那个村庄很小啊。哇！大家都把耳朵挖得很干净，要静静来听，到底他爸爸是谁？现在牧师问你，你总该回答吧？你又不能够跑，因为牧师就把他抓起来。牧师看见那个尴尬的场面，就把他一把抓起来。牧师很高大，他很小，就把他抓起来，就跟他讲说：“哎呀，小朋友，我知道了，你爸爸是谁，我很清楚。我一时糊涂忘记了你爸爸是谁，现在我已经很清楚。你看众目睽睽之下，我已经想起来了，你爸爸是谁？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你爸爸就是上帝。”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有这个疑问，他豁然开朗。我是上帝的儿子，只要有人问我说你爸爸是谁，我爸爸就是上帝啊，他是我的天父上帝，他就豁然开朗。当然，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他就一直不断的进步，一直不断的被上帝所带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渴慕上帝的话，渴慕上帝的话，要来侍奉上帝的话。这个人后来就不断的来侍奉上帝的话，一直不断传福音，一直不断传福音，连他退休以后，他都继续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赞美感谢你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来思想你的话。人的话就是这样有限，是这样的不足，但是我们知道神你圣灵的感动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好叫我们越来越爱你，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知道耶和华上帝就是我们的主。你的话安定在天，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侍奉，好叫我们一生荣耀你的名。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用你的话这首歌
作为我们向上帝的回应祷告。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废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成形。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今天是我们教会124岁的生日。每一次生日的时候，大家都会唱什么？我们不只要用唱的，我们还会有动作。那是什么的动作？这3天，我们通过林增坤牧师，他再次的提醒、激励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要吃进去哈。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有一个筹备小组，召集人是晴妹长老。我们一起出来哈，然后我们要请林牧师一起出来。我们不唱生日快乐，我们有人已经认领要写圣经的，请举手。哇，这么多哈！所以等一下出去，我们等一下出去都会领到一份资料。这个资料哈，我们请晴妹长老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呢，我们会拿到几份的资料哈。首先呢，你会看到，当你认领的章节是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已经帮他印好 A4 大小啊，你要写的那个部分已经帮你印好了，所以你照着上面所提示的这个方式来写。然后呢，会有一张注意事项。当你要书写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是你要仔细去读它，知道怎么样写法。然后我们会有书写纸，这个书写纸呢，我们其实呢，你每个人一份是4页，我们会附2张正反面，但是多附了一张是因为万一你一页写错3个字的时候，那个就要重写了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好，在我们的笔里面有2支。一支是粗笔，一支是细笔。粗笔呢是要写 title， 就是创世纪第1章那个看起来就比较黑黑大大的哈，这是粗笔。细笔呢是要写经文的内容。那你怎么分别呢？细笔的上面我们有印这一次善写圣经的纪念笔，所以这支笔是当你写完了以后会送给你做纪念的啊。那这支就是细笔。那没有印字的这一支，就是写粗体的
部分。所以在我们的经文带里面会有这些资料，请大家照着上面的注意事项里面所提示的，把它写完你所认写的部分。重点不是把它写完，重点是在写的之前预备自己的心。我们有人告诉我说，他的习惯是这样：当他要灵修的时候，他旁边会放一张纸，因为每次要安静，就会想到，哎呀，但你都爱卡点我心里人，对不？哎呀，刚刚有什么事，他就习惯赶快把他写在旁边那张纸，交在等一下再说。想到什么就写那一边，这样帮自己安静下来。第二件，就把今天我要写的经文，可能3节5节，我先把它读熟，因为我以前可能是读和合本，可能是台语耶，可是我们这一次是用和修本，所以要把今天要写的经文这3节5节，我先把它读熟，读熟了又念出来，读熟了以后，然后安静下来写。所以现在要邀请林牧师在我们中间哈，林牧师还有我们的召集人，然后我们要写几个字哈，写几个字。当成我们今天的一个起笔，然后我们等一下聚完会出去，你就记得要领取你自己的部分哈。一个人至少会写2页，1张或者是2张4页。你不用担心你写的怎么样，因为写到最后你会在这一页的下面签你的名字，这就是我的，这就是我写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写的怎么样，因为这个就是你最标准而且最独特的你的字迹。我们希望你在上帝面前抄写圣经，借着这样跟上帝更亲密的一个对话。我们在我们生日的今天，我们愿意立志抄写上帝话语，将上帝的话语吃进去，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真正生命的欢喜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将宝贵你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在我们士林基督长老教会124周年的这个时刻，让我们弟兄姐妹再次立志，我们借着抄写上帝的话语，我们愿意一生行在你道路，行在你心意，行在你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盼望中间。我们将每一位抄写的弟兄姐妹仰望交托，愿你的圣灵牵着我们的手，在我们里面陪伴我们，与你同行。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那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奉献。我还惧怕
妹请起立。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荣的照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愿我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充满与祝福，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默祷散会。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因你而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生命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一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时阵，请咱摕开咱面头前的信息，咱用信息来陪伴咱的心。头一首咱要吟的诗是信诗26首，答愿感谢上帝。信诗26首，答愿感谢上帝。今仔日是咱树林教会124周年的释教纪念主日。咱通用这条诗歌来感谢咱的上帝。请咱同齐来吟。答愿感谢上帝。出声音是对心地，出行记的代志，万民都以做欢喜。愿对舞台出世，伊就是好保利。因伊无所忍耐，因你要得宽待。第3节，我若感谢的这，一切归乎俾上帝，也归心惊心事。你给官将你万民，三一因我上帝，颂赞遍满天地，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我路敬拜。第2首，咱献开193首，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这礼拜林真坤牧师伫遮。培灵会，咱相信咱大家拢真渴慕上帝的话。透过上帝的话，咱知影伊是活命的话。伊上帝的话要带咱直到永远。这首歌有3节吼，副歌的部分3节拢同款，所以咱来唱第1节、第2节、第3节。第1节咱请姊妹来唱，第2节请兄弟，第3节做伙。好来，请姊妹先来。上帝所赐我命的话，我表心紧紧记。好人捌主，好人在做，阮的命令之时。咱无主旨，信心来互相。3个来，上帝的话，命命的话，智慧路标极大。上帝的话，命命的话，带咱直到永远。请兄弟第2节。主耶稣真理的话，我表听通激起，咱团天的好人反悔，正做天顶高比，愿咱的救主亲手救主你，做伙来。上帝的话，我命的话，智慧路标极大。
上帝的话，我命的话，带咱伫到永远。第三站做伙来，引导我命福音面向，万民欢喜来赴。圣经上读真道上听，真是明我的主。写做平安无处，平光我命路。上帝的话，我命的话，智慧就了解大。上帝的话，我命的话，到永远。来，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我命的话，智慧又表极大。上帝的话，我命的话，带咱伫到永远。阿门。年龄孩子平安，咱即时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做早日的敬拜，请奏乐。因为伊受气，地就又搁较热，山的地基也震动又热，对伊的鼻孔呛出烟，对伊的喙内发出火，土炭对安尼倒，伊互天坠落地，本身啉到。伊的骹会黑暗啊，伊徛基路兵伫背，伊用风的势紧紧背，伊射出伊的箭，互对敌四线发出济济闪四呐，互因扰乱。请咱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6首。当我感谢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我感谢上帝，作声吟诗对心地。就说不来，山里找个人来，对那
伊恩惠保守，艰难得着个我大力在海，天叫小高将来，我罗感谢的罪。行行行行，对对对，爱万民，因为真佛颂赞遍满地地，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同心来祈祷，至诚的阿爸爸，阮的上帝，阮感谢学罗你。主，这是你所定成的主日，阮要伫遮大声感谢，搁再学罗来感谢你，因为伫124年前，主你设立树林教会伫这个所在。诚做一个福音的出口，主阮知，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也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永远伫地不变的上帝。感谢主，你无限的听、无限的看顾、带领，互树林教会伫这个所在。经过侪侪上帝你尽忠的仆人，也有侪侪阮所敬听、流水骹热伫阮中间的阮遮的兄弟姊妹，因过去怎样伫遮建立这个福音的根基，也伫遮引带侪侪人来信靠你。来得到你的拯救，感谢主，你这个无限的听伫阮的中间。但阮今仔日用这欢喜高跳的心，伫遮搁一遍，要来纪念庆祝主你所定的日子。主阮的上帝，求你也帮赞，互阮徛起伫现今这个世代。的阮正兄弟姊妹，求你互阮会通学习先人因过去怎样遵传主你的旨意，尽心尽性尽意来听主阮的上帝，也听人亲像家己。感谢主你这个无限的恩典祝福，逐时逐刻喜乐伫阮的中间。感谢主你。互阮树林教会有主你互阮的意向，阮伫遮要搁一遍来起造教育馆，伫遮要来培养养育侪侪未捌主你的名的人，将即个福音伫遮来广传互因，也互教育馆伫遮会通诚做一个金平台。阮搁较恳求你，会通来保守、带领、祝福教育馆起造的即个工程，互圣神来带领，天君天煞来保护，互起造中间未免带来侪侪不便、困扰、无方便的所在。求主你特别保守祝福。伫这厝边头尾的阮遮兄弟姊妹，要将近3年的时间，因伫因的生活中带来了真侪的无方便，出入也真危险。愿主你保守、
看顾、甲保护，互即个建筑的工程会通真顺利，直接来进行。主，阮搁较感谢你，互阮伫成的主日，搁直接要来起做阮敬拜的祭坛。阮伫遮游玩要孝念有一个阮的肢体，因为多合相的关系，袂通直接甲阮三甲来敬拜你。愿主你的神游玩干三甲之地，互因无论伫倒落游玩，用同一样的心直接来敬拜学落你。阮伫遮游玩也要孝念阮一肢体兄弟姊妹，伫这天气变化的无强的时，因的身躯有病痛。心内也有忧伤、痛苦，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是安慰的主。愿主你的医治，伫遮病痛的人的中间，互因身躯早一日会当复健，也或者有忧伤困苦的，会当得到主你的安慰。主，阮更较感谢你，互阮伫遮咧庆祝124周年的中间。有主你尽忠的仆人林正坤牧师来到伫阮的中间，伊伫遮做了3天的培灵会，将主你话名话搁一遍激励伫阮的中间。愿主你高化伊今仔日所要传讲的信息，或者话诚侪阮人生头前道路的帮助甲开力，恭敬将早起的敬拜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阮所敬拜一切恶乐归伫阮的天父，主你的平安喜乐归伫阮众大家。即时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得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这是咱用四道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阮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兄弟姊妹，请坐。即时，请咱来共读契应文，契应文29，诗篇119篇，契应文29，伫圣诗后壁因1051页，咱三甲来交托。行为无通指责，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追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予我无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
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喜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喜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阿们。这时，请咱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旧约圣经撒母耳下卷6章，咱要对第1节来读到15节。撒母耳下卷6章，中文的圣经385页，台语汉语版334页。撒母耳下卷6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15节。大吉搁组织以色列中所敬的3万人，大必起身，带这的众百姓，对巴犹太去，要对遐讲上帝归来。这个归的名是用坐伫2个基路兵的中间万军耶和华名的称者，因系上帝的归伫新的车，对山顶阿比那达的家载出来。阿比那达2个囝，乌撒甲阿希约，赶迄个新车，因将伊甲上帝的归对山顶阿比那达的家载出来。阿希约行伫归的头前，大必甲以色列的全家伫耶和华的面前，用青茶所制作的乐器，甲琴、瑟、铃铛鼓、大鼓、钹来作乐跳舞。因到那郡的五谷场，乌撒伸手扶上帝的约柜，因为牛着达。耶和华受气乌撒，上帝伫遐，因为伊的错误来拍伊，伊就死伫遐，伫上帝的柜的边。因为耶和华忽然拍死乌撒，大必无欢喜，就称迄所在做比列苏乌撒。到今仔日，当迄日，大必惊耶和华，讲耶和华的规减通开到我的所在。对安尼，大必毋肯将耶和华的规放入大必的城，到家己的所在，大必就将伊活入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耶和华的规点伫约别人俄别以东的厝3月日，耶和华赐福去予俄别以东伊的全家。有人甲大必王讲：耶和华因为上帝的规赐福伫俄别以东的家，甲囝若属伫伊个，大必就去，欢喜将上帝的规对俄别以东的厝到大必的城，
讲耶和华约柜的人行6步，大笔就献一只牛甲一只肥的精生做祭祀。大笔伫耶和华的面前尽力跳舞。大笔互哈幼提布的以弗得，安尼大笔甲以色列全家跟耶和华的柜上来，出欢喜的声，闻扫角。以上愿上帝话记条伫咱的心内。这时学老，咱要请本堂圣歌队，你的话。
伊的话带开力，伊的话带活命，伊的话有大关联。咱着用伊的话养饲家己的活命，尽心尽意跟主行，愿一切恶恼归伫咱的天父。即时咱要用真欢喜的心来请林将军牧师倒转来回娘家啦吼，伫遮来甲咱三甲来庆祝124周年，咱顺民教会的释教的纪念日。伫遮培灵会3场中间，今仔日是最后一场。伊要用侍奉上帝的话，将耶和华的约柜扛上来。咱请林牧师，请同心啊头三甲来祈祷。至圣至尊至荣光坐伫关关宝座上帝，献上阮拢总一切恶乐甲感谢。伫阮的教会设教已经124周年，这久长来主你的手拢毋捌离开伫阮的教会。主啊，你拢保守祝福。无论阮的人是偌尼软正、偌尼含慢、偌尼袂堪折，总是上帝，你永远正做阮的倚靠。主，阮深深甲你谢谢。伫庆祝124周年遮尔要紧的节日的时，祝阮三甲正兄弟姊妹同心合意，为了伫你的面前，才着敬拜阿老，伫遮高举你的圣名。也阮伫遮决心一意，要用上帝的话做阮未来头前所要跑走要紧的根据。愿你是阮祝福。但即点久的时间，阮借着正兄弟姊妹伫你面前的阿老甲敬拜。但你已经设立你的宝座伫阮的中间，头阮瞻仰你的荣美。但即时，阮要用恬静的心，三甲来领受主你的话语，由你亲身甲阮三甲伫地，祈祷感谢，靠主圣名，阿门。请兄弟姊妹大平安。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常常甲咱三甲伫地。真欢喜会当搁倒转来咱的教会，伫即个所在来庆祝124周年。即个咱教会要紧的庆典，伫遮来甲用上帝话甲咱大家来分享。我相信咱大家拢真清楚一项代志，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已经真伟大啊！除了上帝以外，大概全世界伊上大，伊的版图嘛上宽，所以伊有足侪某，这是伊的特色。因为足侪某，所以伊有足侪囝。因为囡仔非常的济到一个程度，囝彼此中间也无一定拢熟悉。有一天，这个皇太子就带着伊的老爸罗马皇帝做伙去征战，经过真侪年了后，伊就转来啊。凯旋转来的时阵，罗马的大城就大开，所有进罗马的百姓拢伫城门口、城墙的顶悬下面，伊的下客足侪人来欢迎因凯旋转来。拄到一个真闹热的中间，有一个囡仔，愣怔伫下客安尼问直直问，就向迄个罗马皇帝伊所坐马车伫遐来前进。拄啊，伫要我到位的时，忽然间有一个将军抓甲挡起来，小到马底。你敢知影这台车坐什么人无？伊就是罗马皇帝坐车呢，你来活来，你毋惊死吗？袂使凊彩活来，因为伊是罗马皇帝。即个囡仔安尼甲应，伊讲我若毋知影伊是恁的罗马皇帝，毋过伊是阮爸啦。就因为安尼，伊就真紧就爬去伫车顶的所在，伊就进入因老爸胸怀中间，感觉非常的安稳甲快乐。伫迄个当满足的时阵，伊用一个真轻视。一个眼神，迄个将军安尼甲看一下安尼吼。罗马皇帝怎甲答咧甲讲？你毋通用即个眼神安尼甲看，你敢知伊是啥？因为伊是皇太子，伊是缀恁爸做伙征战几10年久，打凯旋转来，将来我的位是伊要爱接受的。刘亲爱兄弟姊妹，咱拢是上帝的囝。但你是这个细汉囝，也是迄个大汉囝，我毋知，咱大家来想看觅。
咱每一个属伫上帝囝儿，咱都爱尊叹上帝话，敢若亲像一个囡仔爱听老爸话，是同款的道理。做一个孝子，头一个条件，毋是讲你互伊食偌好、穿偌好、用偌好，毋是，要紧是听老爸的话。咱即摆培灵会所举办的主题，我甲定做讲，我较无上帝话，我是甚物人？我引用即摆的主题圣经节耶利米书第15章16章第15章16节，迄节圣经就是先知耶利米伊的祈祷，安尼讲：主耶和华，我得到你的话语，就当作食物食了，因为你的话语是我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作你名下的人。安尼，即句圣经真要紧的祈祷是咧讲什么？先知的祈祷讲什么？伊讲我因为原来上帝话会当当作食物来食，上帝话是爱食的，伊是我灵性的美牛，敢若亲像我的身躯，逐工拢爱食饭共款。我有上帝的美牛来成就我灵性的养饲。为什么我会将上帝话当作食物？是因为我有经验到。因为上帝话是我的欢喜快乐，因为我经历过主的话，我经历过主的话，所以我将上帝话当作食物去食了。我愈食就愈爱食，逐工拢爱食饭，每日拢有伊的习惯，拢爱食伊爱食的，敢毋是安尼？因为你有试过，你有经验过啊。啊，为什么我会安尼试？是安怎我安尼经验？因为我是称作你名下的人，因为我是属伫上帝的，所以我爱食上帝的美牛，毋是食别人的美牛。我所选的第二个圣经节是伫西番雅书第3章的中间所讲的话，这段圣经是上帝家己讲的，头拄迄节是先知讲的。上帝安怎讲？上帝话真清楚讲，讲到迄时，到迄个时阵，时若到，恁就爱用清气的话语来向我求救，我的名耶和华的名，恁就用清气的话来求救我的名，因为恁的确就爱侍奉我，安尼上帝有一个期待对伊。属伫伊名下的人，伊有一个期待，敢若亲像老爸对囝有期待共款。伊的期待，上帝的期待是啥物？就是恁爱用清气的话语来求救我，耶和华上帝的名。安尼，即句话意思是咧甲恁讲，咱着爱祈祷上帝，但是祈祷上帝爱用什么款的话？用清气的话。所以读圣经甲祈祷灵修是爱夹做伙的，是袂当分开的。毋通讲读圣经是读圣经，祈祷是祈祷，无哦。读圣经甲祈祷是夹做伙，所以咱逐工着灵修祈祷，你才会当亲近上帝。但是目的是为什么？我为什么着爱安尼做？这两讲培灵会中间，我有讲，咱较无上帝话目的是啥物？这是真做咱一生的功课，就是你我每一个属伫伊名下的人，咱拢着爱服侍上帝。都亲像即只西番雅所讲的话共款，兄弟姊妹，真毋望你我每一个人做上帝的囝，咱拢着爱真做上帝所欢喜的囝，就是爱来服侍上帝的话，爱来服侍上帝的话。到底要安怎来侍奉上帝的话？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爱将耶和华上帝约规讲起来，毋是讲起来，而做讲起来。嘛毋是讲起来，我做抬上来，抬上来哦。要来形容你敢知？我这本圣经伫遮吼，本来伫遮，伊倒了哦，抬起来，讲起来，安尼尔。时间到，佮甲放转去，伊还佮伫原位对无？啊，我即马是讲圣经，我要甲放迄边，放圣餐桌顶悬，我就先爱讲起来。然后，讲起上去，抬上去。这个所在较低，这个所在较悬。我要将圣经放在较悬的所在，甲讲起哩，
对遮到遮是无共位。咱逐礼拜拢咧做礼拜，逐礼拜做礼拜煞了后，你感受啥款我毋知影。但是我要甲大家讲，逐礼拜来做礼拜，拢咧讲约柜，讲上帝话，对无？我连袂解说，将上帝约柜讲起来，然后做礼拜煞，放倒转去。你是要安尼做礼拜吗？也是讲，我逐礼拜做礼拜，甲上帝亲近了，我讲起哩，就是安怎？讲起哩就是无共款。讲起哩上去就是好较悬的所在。我的灵性无共款啦，我会将上帝话、上约柜，甲讲起哩放在更高的位置，安尼我的灵命已经提升啊。我真毋望咱来当将耶和华上帝约柜，逐礼拜拢甲讲起哩，讲到上悬的所在，来大大荣光主的名。要分做几部分，甲咱大家来想。头一部分，咱来先来了解什么是约柜。第二项，现在根据今日所读的圣经，咱看见讲，约柜捌安怎？捌无去啊，受了啊。到底为什么约柜会受了？这是第二项。第三项爱看，面对这款的约柜受了后。迄个处境的中间，人到底安怎面对？耶和华上帝有什么款的作为？这是第三项、第四项。对伫头拄所读的圣经的中间，大笔伊的心意甲伊的作为，佫是如何呢？咱要来想这几部分。头一项，什么叫做耶和华上帝约柜？根据希伯来人书第9章第4节中间，甲咱讲真清楚，讲这个约柜内面有三项物件。咱要讲约柜内面有这三项物件进前，咱来先看约柜到底是甚么款。如果咱对出来记记的中间，咱就通知影上帝安怎样吩咐以色列百姓摩西安怎样制作约柜，就是用做甲帮叫做皂荚木，用这个材料。来做这个约柜，约柜长是2丈半，宽是1丈半，2丈半等于112.5公分。若是宽1丈半是差不多67.5公分，安尼你就有这个寸尺概念。做了后是毋是柴鸟？外口都爱包金，用纯金甲伊包互伊，金丝丝、光影影。毋过安尼，伫四角头佫有啥物？佫有做金环，伫迄个所在，因为讲耶和华上帝约柜袂使摸，都要用光的，这表示对耶和华上帝的敬畏。然后伫约柜的顶悬的所在，有2个基路宾，头拄咱已经看到有2个基路宾，基路宾就是天使，天使是佫是天开。伫迄个叫做因为迄个叫做。约柜的挂，学做施温座，就是有迄个天使伫迄个所在看伫遐，是个看咧，表示保护，表示耶和华上帝伫即个所在，上帝甲你同在，这就是约柜。内面第三项物件，就是伫希伯来人书第9章第4节，迄个所在有迄个金乌内面藏。上帝所赏赐的玛纳，这是记载伫出来记记第16章的所在所讲的。第2项就是有阿伦的发言管，这记载伫民数记17章第1节到17节。第3项就是记载伫申命记第5章的中间所记载，对第1节一直到33节、35节中间所记载，就是有2块迄个刻有上帝话语的法板，10条诫命伫迄个中间。当兄弟姊妹，你若看这头拄仔所讲迄个3位的圣经的时，你就发现，无论是金乌内面迄个纪念40年几因所食的玛纳也好，也是阿伦发言管也好，也是迄个。2块石板也好，放伫约柜内面，拢是照耶和华上帝为吩咐来行的。所以，迄个
金乌内面的玛纳代表耶和华上帝供给，所以上帝话是通食的，迄是供给。亚伦的管代表伊治，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因唔听上帝话，伫旷野的所在唔听上帝话，上帝就用瘟疫，互因伫迄个所在受苦，死真侪人。到底要安怎处理这个问题？民数记中间真清楚甲咱讲起，就是上帝甲因讲，恁着将12个这个支派的族长，因代表官兵的管，甲放伫会幕内面。伫约柜的头前，看上帝安怎竞选，到底要安怎样来医治这百姓？上帝竟然竞选着亚伦的管，伫迄个时唔敢发芽，佮开花，佮结籽，哇，真清楚！上帝竞选真清楚，所以当亚伦的管压到倒位时，瘟疫就到倒位就拢受到医治。所以耶和华上帝医治是主的话，有医治的功能，唔敢有攻击的功能，有医治的功能过来。两块石板放10条诫命放伫内面，代表上帝律法。平常时毋免受医治的时阵，平常时无妖怪的时阵，你嘛要遵趁上帝话语伊的律法来行。所以其实简单来讲，约柜代表什么？就是上帝话语的同在，就是上帝话语的同在。但这个上帝话语的同在放伫什么所在？因为放伫会幕至圣所的内面，是人拢袂当凊彩挖去的。除非上帝有命令，约柜才有出门；若无上帝命令，约柜永远是神圣到极，伫至圣所上内面的所在。但是真可惜，咱发现约柜即马伫什么所在？头拄咱所读圣经中间讲，约柜已经伫非利士人迄个所在。谁哪会受了？约柜圣书受了。咱倒转看撒母耳上卷第1章开始，咱发现有几啊项的故事，你就通知约柜谁哪受了？头一项，咱都会记哩。哈娜未生囝真艰苦，伫迄个所在，伫上帝殿堂的内面，伫遐跪咧逼切祈祷，因为毋敢伤大声，因为真正咧祈祷，伊就嘴咬咬念，直直祈祷真逼切。迄款的状态，伊哩看到是，伊讲啥？妇人人啊，你写书啉酒醉，一个做领导者、教会领导者，做一个上帝的祭司，伊属灵的判断竟然是这么幼稚，看袂清楚，表示伫灵性上判断错误，这是头前上大的问题。第二项，咱来搁看去第2章的中间，圣经中间讲起伊哩有2个囝。圣经描写这2个囝是啥物？讲因是歹人，2章12节讲因是歹人，唔认捌耶和华上帝，哇，啊，当惨啊！祭司的囝爱接世袭，免怎讲，就是伊爱世袭啊，接伊的老爸做祭司的人，竟然是歹人，佫是唔捌耶和华上帝的人，竟然要接祭司的工，你想看卖？这何等严重的问题？第三，咱看。17节安那描写，第2章17节，讲这2人所做是耶和华看做歹事，因为因藐视耶和华上帝的诫命，藐视上帝的诫命。迄个故事我都无要描写，咱拢家己来看就知影。毋敢安尼，圣经佫描写讲，当因所做歹。众百姓来到伫伊的面前，甲伊讲恁2个囝做这歹代，佮甚至要限制妇人人，要限制是竟然甲伊交合，做这无合上帝欢喜的代志，要安怎样啊？到了时，伊哩将因2个囝叫来，甲因训勉，甲劝解。圣经描写讲，因2个囝毋听因老爸劝解，为什么毋听？你知无？为什么毋听因老爸话？因为耶和华上帝想要杀伊。到这款的程度，你想上帝心偌艰苦，本来是忧伤、流目屎、艰苦，到落尾是变到当受气，受气到落尾是要杀伊。上帝到这款的程度，以色列百姓到这款的程度，你来去看第4章。喺圣经中间真少甲咱提起，这以色列百姓想要去占领非利士人的土地，所以到伫伊边以下所在，甲因争战，也甲因相杀，啊，杀输咧，
大家输甲真凄惨，是讲对吼，过去有一个经验呢。特别刣输的是邀我上帝约柜来甲讲出来是种刣赢，对无？所以即摆伊嘛要来试看卖咧。哇！就甲伊哩讲，当时无敲电话派人去甲讲。所以伊哩甲因两个囝，就将约柜甲讲出来，去烧刣，结果拍输。是啊，以前刣讲约柜出来是拢刣赢，是啊，即摆拢刣输哈。压力高声，毋是用西就好啊，连刣嘛免刣就赢。即摆是安怎来刣输？是安怎样咧？真简单，无上帝命令。上帝无讲你会当将约柜讲出来，上帝无讲就袂使你做，袂使南山称耶和华上帝名。约柜是伫至圣所内面，咱检通黑白甲讲出来呢？无主的命令就袂当讲出来啊！敬畏上帝啊！因就是做这款的代志，地到上帝无欢喜，所以互以色列百姓拍败。伫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本来看到约柜出来惊着，为什么？因为因真清楚知影，以色列百姓因所倚靠上帝是独一这个主。迄个约柜若出现的时阵，因就差不多拢毋免受台温书的啊，无拍算。即摆竟然上帝徛伫非利士人迄边，竟然因刣赢，将约柜转开掠来。约柜受掠了后，这个非利士人就将伊对伊便以下就是犹太人的境界，甲带到伫非利士人的境界，来到伫雅弗的所在。到伫雅弗，因为是伫北非利士人的北边，所以伊就甲将约柜扛倒转来，甲伊当作是战利品，带来到扛到伫什么所在？扛到伫阿瑟突，就是非利士因的首都。迄个大滚的庙的内面，就是因所敬拜神的下面。也表示什么？讲恁的神属阮啊，阮的神较大声，你甲看，遮大遮悬，约柜112.5公分，67公分悬，甲宽，安尼若定，再甲放喺下面，表示讲战利品，恁属阮，属阮，但无拍算。伫非利士的境界是耶和华上人安尼面对，非利士人安尼面对，耶和华上帝作为是甚物？你敢知第二天，大棍就拍伫约柜的头前。非利士人想讲，暂时敢会地动哈，就无感觉咧，奈地动，无奈大棍奈拍伫迄个约柜的头前，紧甲扶起来。第三天佫爬起来，哇，佫较凄惨。因为什么？因为毋敢拍伫约柜的头前，头壳煞断去，骹甲手嘛拢断去。因为伫迄个做啥物坎，咱的护钉有啊哈。毋是这个坎，都伫迄个所在，拍伫啊，剩残骸。故事毋是到遮安尼尔，你敢知？当时非利士人佫经过2种真大灾害，就是因所有的人拢着痔疮啊。过来毋敢安尼，佫有真侪鸟鼠走伫因的农作物的所在，伫遐咧吞大。所以我甲清楚即款的状况是啥物？上帝约柜，上帝安怎样看见非利士人将上帝约柜看无，甲当作战利品，藐视耶和华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就互因经历3项物件。头一个，做坐立难安，有无？着痔疮，坐也毋是，倒也毋是，做坐立难安。第二，做民不聊生，对不对？为什么鸟鼠四过家，所以所有农作物拢嘎了，所以因就无通食，民不聊生。第三，做无依无靠，因为大棍所倚靠的生命安怎倒去啊？做无依无靠。兄弟姊妹，毋听上帝话，无要照上帝话来行的人，伊就是会坐立难安，伊就会民不聊生，伊就会无依无靠，无依无靠。这3个描写，这是伫非利士的境界，所以因惊到要死，较紧的对于是对个所在讲毋通放伫阮遮，紧的无啥物办法去加铁，去加铁人讲毋通，就去伊结论讲嘛毋通伫遮，无要安怎，无行人哦。所以以色列人实在是趁着你感觉拢毋免烧台约柜就自然就转来啊。安怎转来呢？因为非利士人讲好无归去行因啊，要安怎行因？因有人就甲因提醒啊。
遐较先进的人就甲因讲，我毋通真真切切就行人呢，啊，你着安怎着爱赔罪呢？啊无吼，咱的地床袂好呢，啊无遐鸟鼠佫死佫乌白加呢，所以吼，着安怎去做？做代表5个领导者的上顶，用做5个金地床，做5个金鸟鼠，做杯座放伫车顶，杯伫约柜的边仔，做一台新车，啊就互伊转去以色列的境界。对以吉伦就开始伫咧行，伊两只牛吼。两只灵母就开始直行到毕士麦的所在，到伫毕士麦一个大石盘的所在，就是约书亚的田园的所在。哇！以色列百姓看见，你知影约柜光影影，因为日头一石时，因为是金的光影影，大家欢喜甲约柜已经转来啊，主家己转来，约柜家己转来，毋是以色列百姓去收他个手转来无，家己转来欢喜甲。随时限制，安怎伫石盘顶悬将迄台新车甲坐起来，当作茶，然后将什么？将迄两只牛甲抬做祭物，献祭伫迄个所在，就将约柜放伫石盘顶悬。但圣经就安尼描写讲因贪管耶和华上帝的约柜，就是讲无尊重上帝约柜，想要看就甲现来看卖咧。约柜内面趣味吼，无来摸一下。我记路边10个毋知丁的软的吼，摸一下。内面毋知有啥吼，佫甲掀开。内面是放啥物件？原来有金乌，撒起来看卖。内面是啥物？原来就是玛纳。哇！这个罐趣味佫真水咧，举起来看卖一下。石板是安怎样甲蒙蒙咧？贪管耶和华上帝的过，轻看上帝的话。对甲上帝无欢喜，因拢总毕士麦人有57000个人，迄70个人就安尼受害。死了后，毕士麦人讲：哇，不得了！上帝安尼甲阮刑罚，心内就真着惊，所以因就安尼讲耶和华上帝约柜敢通伫即个所在，所以因有一句话安尼讲，因大家拢安尼讲。耶和华上帝啊，阮知你是至圣的上帝，阮拢是有罪人，阮袂堪你来服侍你。安尼人拢是有罪，谁会当来服侍你啊？你太神圣咧，你太神圣咧，有啥物人会当服侍你啊？安尼考试上帝呢？所以毋茫看有啥物人管你服侍约柜好伊吧。你都记得亚人的人，讲哇，约柜好，来阮遮，因毋惊死，所以就将约柜搬倒转来到伫基利亚人的所在，到伫基利亚人圣经描写讲，就是伫第6章的所在，安尼描写讲，就基利亚的人将伊甲放伫山顶阿比拿达伊祭司的厝，放伫遐来服侍。但是圣经竟然描写讲阿比拿达就叫伊的囝迄个以利亚撒来服侍约柜，我感觉足奇怪呢。我若是阿宾拿达吼，哇，约柜来啊！我本身祭司，当我嘛来服侍，家己来服侍啊。哪有讲叫阮囝去服侍？你敢毋是爱亲身服侍，还是叫恁囝服侍？读圣经吼，是你爱读，还是你叫恁囝读就好啊？圣经吼，叫阮囝读就好啊，囝你认真读吼，老爸拢毋免读。你认真阿宾拿。阿比拿达甲因囝讲，你都认真服侍约柜吼，家己毋免服侍，叫做不到位的侍奉。但足趣味，毋过圣经安尼描写讲，因为约柜伫迄个山顶，阿比拿达的厝，拢总有20年久的时间。因为安尼，所以全以色列人倾向耶和华。因为以前约柜是安怎来受掠，就是因为因。无要爱伫上帝，但是即马因为约柜伫阿比拿达因兜已经服侍20年啊，所以全以色列百姓开始才要倾向，有想到啦，上帝啊，你是真神。到了基利亚人了后，咱看见情形就是变出安尼，煞接的，圣经佫倒转来。20年了后，以色列百姓是安尼。刷咧咧，都经历到咱知影扫罗王做王几年，20年久。到伫大毕
做王的时阵，大卫做2摆王，一遍是伫犹太做王，另外一摆就是做全国王，因为迄是分迄个南部甲北部无共款，所以伊伫做王的时阵，迄阵已经有7年半久，所以你甲算算咧，差不多将近有50年久的时间。伫这50年中间，大卫想着讲啊，耶和华上帝约柜，哪会通无伫耶路撒冷圣城呢？耶路撒冷的圣城，耶和华上帝约柜遮尔代表上帝的同在，哪会当伫外口？应当爱伫圣城内面，毋是爱伫以色列境界尔，都爱伫圣城内面受服侍才对。所以伊就是心内迫切，伊爱上帝的话倒转来，家己大卫的城来服侍，伫圣城耶路撒冷。因为安尼时，伊就派3万的人讲啊，约柜伫倒位？约柜伫迄个基列亚人的所在，所以啊，紧安怎？紧甲转转来，所以大阵仗，3万的精兵，佮真济唱歌的、弹琴的、弄鼓的，什么拢有。大阵仗要甲赢击，这是大卫的心意。因为伊安怎？伊较无上帝话语。伊讲上帝啊，我因为你的殿堂，我强要分去。主啊，你的话是遮尔吸引我，亲像落心无溪水共款。这种拢总的这心无的心意，你看诗篇拢会当真清楚。所以就大阵仗底下来，要将上帝约柜甲扛倒来耶路撒冷城、大卫的城，但是无拍算，去到地基列亚人的所在。阿宾拿达安怎？圣经描写讲，叫伊2个囝，迄毋是囝的意思，迄是原文叫做后嗣，其实是伊的孙啦，就是以利亚撒的孙阿比约以及乌撒2个兄弟啊，是阿宾拿达的孙。伫迄所在服侍上帝，就将约柜甲扛出来，伊阁用车来载。如果根据我的了解，这个地理的环境对基列亚人一直到耶路撒冷超15公里啦。伊可能是想讲用光吼真忝的吼，要用车来载较紧，所以就用车载咧。但是你敢知是安怎？当伫拿棍这个设场，伫迄个所在是迄个牛会着搭，当然嘛着搭，上帝无欢喜啊。所以耶和华上帝约柜就强要倒去啊！乌撒看到安尼，时时用手去甲扶一扶，上帝无欢喜，就将伊就拍伊，抵到伊死伫约柜的边啊！咱有时会感觉讲啊，上帝啊，你若安尼啊，伊就好心吼，啊，你约柜就强要倒去啊！啊，当然啊，甲扶好啊，毋通互倒去啊！啊，是安怎？我安尼好心扶约柜，啊，竟然互你拍，是安怎？到底我毋对伫倒？你讲毋对啊？毋对伫倒？有啊！服侍上帝，这时间毋是爱将服侍上帝所有规矩拢爱背甲真清楚，但是拢无背甲真清楚，啰啰嗦嗦就办。因为圣经中间真清楚甲咱讲起，约柜是爱用钢的，毋是用载，嘛毋是凊彩来当钢，是爱利未人来钢。若是上好爱高下族的人来钢。但是拢无照这规定来做，这个上帝无欢喜啊，所以受拍。大卫看见乌撒一个死，惊一个讲啊，我好意这大阵容要来赢这约柜转来，哪会拄到这么大代志？哇，原来约柜毋通来大卫的城，安尼我会惊。所以较紧啊，就送倒转去到伫家庭的所在。啊，什么人服侍？互俄别以东的迄个祭司引导来服侍。啊，咱早家庭倒位？家庭头拄已经讲过啊，是伫倒位非利士人的境界，讲啊，毋通伫阮的国家，伫别人的国家好啊。但是实来讲，迄是约柜呢，啊无互祭司俄别以东来服侍。俄别以东其实是以东的罗卜的意思，互因去服侍。啊，无拍算，俄别以东服侍了只有3个月尔。耶和华上帝大祝福伊，我就想到基列亚人阿宾拿达因兜服侍20年，拢无啥物大祝福，点点，敢若有淡薄作用，就是
以色列百姓倾向耶和华上帝，安尼若定。但是俄别以东服侍上帝3个月，伊就大祝。为什么？伊拢完全照圣经上帝教示来行，一点一滴拢无颠倒，所以受祝福。如果咱若对圣经较熟的人，你去研究看卖，你就通知俄别以东的即个祭司因兜吼。祝福到什么程度？是所有祭司的家庭中间上祝福的，因为因兜上有钱，毋敢上有钱，佮上济人，拢总有66个人以上，家族有遮济人，拢做祭司，受大祝福。所以大别一日看到有人就甲大别讲，即个俄别以东伫迄个所在服侍上帝约规得到遮尔大祝福。大别听到的时就大欢喜，原来上帝约规，奇怪呢。服侍人吼，念伊有诶红台，有诶受祝福，到底原因伫倒？伊要探讨，因为伊是敬畏上帝诶人，所以伊就去俄别以东因兜拜访一下，了解一下，到底我诶问题出伫倒位？当伊彻底了解时，伊诶方法拢总改变，就照上帝话来行，照高下族诶利未人来跟耶和华上帝约规15公里，拢用光诶，要光倒等于大别诶城。拢总照这规定来做的时阵，你发现这样代志。圣经中间无写讲，当约柜行6步时，代表就安怎？讲平安啊，所以马上献祭物，马上献祭祀，所以就因安尼顺顺遂遂、欢欢喜喜，大阵容伫迄个所在，将约柜甲真尊严甲扛入去耶路撒冷城，安尼，耶和华上帝的约柜就转来啊！有兄弟姊妹，耶和华上帝约柜所代表什么？就是上帝话，有上帝供给，有上帝意志，有上帝律法，迄是上帝话。咱看迄个旧邦内面是用刻的，对不对？10条诫命用刻的，即摆咱的圣经拢有写的，对不对？因为当时的时代，甲即摆时代，迄个科技无共款，即摆较进步啊，用写就会使啊。兄弟姊妹，庆祝124周年，咱要安怎样来跟耶和华上帝约柜？毋是逐礼拜讲来讲一下今日来听上帝声，听了的是要转去啊，约柜搁甲放倒转去。上帝有当甲留伫礼拜当听，上帝约柜爱讲起嚟。扛起嚟，抬上去，互伊扛到倒位，扛到阮兜，扛到我工作场所，扛到我厝边、我隔壁，扛到我所熟悉人的所在，将上帝话扛到遐。那安尼你就通因扛上帝名。最后要讲一个故事，最后结束。有一对新人伊的教授吼，因真无用。哇，足认真服侍上帝，所以真忝。因感觉需要度假，所以两阿某手牵的就要去度假。去倒位？去田纳西州，听讲有一个度假村真水，所以因就去遐度假。到位了后，第二天爬起来食早顿的时，哇，看见迄个餐厅足水的，因为迄拢落地窗阁真悬，看到风景有够水，因为对面就是一座山伫迄个所在，非常的水。有山有水，哇！食早顿真欢喜。两阿某就哪讲话哪食饭，但是无拍算。看见什么？看见有一个人，有一对翁仔某，伫迄个人坐倒的中间，安尼坐来去是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哇！安尼甲人请安，甲人讲话安尼吼。伊心内想讲，即个老伙仔上好毋通来阮即倒，因为阮今仔来度假，无爱人吵，无拍算。串惊串掉吼，伊落来咧吼。来到迄边就甲请安讲先生恁阿某看起来真好，毋知对倒位来，伊就讲阮就对加州来啦吼。安尼恁做什么？伫什么所在咧工作？伊讲我就是先来教册感谢主，你就专门咧陪友迄个传教者的所在。哎呀，晚上就照你手所做工作，然后笑眯眯，就离开就走啊。来了后，煞互即对教授翁仔某感觉讲，即个人较亲切，到底伊是甚物人？就是要甲了解看卖，就将迄委托甲叫过来讲，拜托借问了，头拄迄对东门伯伯迄对翁仔某，到底因是啥？你毋知哦？
还有阮天下西州无一个人毋捌伊，因为伊是阮天下西州的前任州长，前任的州长。伊是足虔诚的基督徒，你敢知影？有一个足好的故事，是安怎呢？你有看到无？我咧头前迄座山，伊以前就住遐，伫遐大汉的，因为伊是单亲家庭，伊是一个单亲家庭。细汉的时阵足急的啦，足毋听话啦，足搞怪。但是伊足听因老母的话，因老母甲讲你伫外口做啥，我拢不管你。但是有一项代志你袂使无做，就是逐礼拜爱去做礼拜，你逐礼拜做礼拜，都外口你做啥拢无要紧。但是这个囡仔四过拍走，是因为伊真活动，佮真巧气的人，所以伊足惊人讲来讲去，就来问讲，恁爸是啥哈？若问到这个问题，是伊拢闪、拢逃、拢走，因为伊毋知因爸是啥，足惊人问伊这个问题。逐礼拜伊拢会去固定教会做礼拜。迄阵伊去的教会做礼拜有一个特色，就是逐礼拜拢足早就去啊，拢坐上壁甲后壁的所在。做礼拜一个刷牧师一个角度一个角度，不一个伊就出去啊，因为牧师拢走无要紧，迄个牧师已经老啊，动作无要紧，所以瞬一个就出去啊，因为足惊人甲问讲恁爸是啥安尼，所以就走啊，就走啊。我也无拍算，有一礼拜伊来做礼拜时，伊嘛是讲，伊安尼出来就出去足紧的嘛迄个牧师拢行路真慢啊，所以伊嘛毋免走了伤紧，毋过迄天有较慢一丝啊。伊就是讲牧师无可能遐尼紧，无拍算，牧师已经退休啊，换一个新牧师来，迄个牧师高强够大汉，动作有够紧的，捉到一个煞，不一个伊就走出去。伊全袂记你讲牧师，即个新牧师动作较紧，动作煞无迄个牧师较紧。牧师就袂真要伫门口口咧等伊啊。伊一个吹气，牧师掠着，牧师就甲讲平安咯，哈哈，阮上帝祝福你哦。歹势，甲你问恁爸是啥？无问即句话，无打紧，一个问的时阵，所有会已经拢出来外口啊，大家拢听着，大家拢想要知讲到底因爸是啥所以拢围伫遐拢毋走，拢毋转去因兜，拢毋转去厝，拢围伫门口口的所在咧听候讲到底伊的答案是啥物？恁爸是啥安尼哦？拄伫迄个时阵，迄个囡仔足介叫毋知要安怎，因为手机又牧师看咧，佫袂选字，所以真艰苦。迄个面手牧师一个看到知影讲这个囡仔有苦楚，有苦楚。牧师足体贴的，随时将这个囡仔用伊温柔的双手抓甲掠起来，关一关，安尼甲所有兄弟姊妹说讲足实的，我知恁爸是啥好。所有兄弟姊妹耳孔拢压来咧听，你是上帝的囝，恁老爸就是上帝啊！因为你是上帝的囝，所以恁老爸就是上帝啊！所有人欢迎，拄亲像咱即摆欢迎共款，点，足肃静的。迄个囡仔就因为即句话，伊全头白。对迄阵开始，伊毋惊人问即个问题。伊的问题拢总解决，阮爸就是上帝，所以我拢听阮爸的话，一世人要服侍阮爸的话，一世人服侍上帝，愈来愈热心，因为伊真巧气，智慧真悬，册愈读愈好，愈读愈好，到落尾变做天下四州的州长。伊永远无袂记得迄个牧师甲讲迄句话：你是上帝的囝。你的老爸是上帝，所以伊将上帝话当作圣旨，逐工研读主的话，佮将主的话甲行出来，毋甲安尼，佮侍奉主的话，常常伫餐厅、伫逐所在传福音。愿主祝福咱。我较无上帝话，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一生的功课。今仔日。上帝话伫约柜内面，伫约柜内面，上帝话是用刻的。我毋知道你有嘛爱读上帝话，想上帝话，佮将上帝刻伫我心板上。咱庆祝124周年，咱有一个真要紧的功课要来做。
就是咱毋茫将上帝会刻伫咱的心板上，通过实际行动，就是抄写圣经。毋知你愿意无？咱通常读册毋是拢爱讲，都安怎样？读册要有好几道呢，口道、眼道、手道、心道。读圣经共款啊，咱真少咧写，咱走读咧，伊爱读就读，毋爱读就较等咧，对毋对？你写看卖咧，你会发现无共款。你开声读看卖咧，会无共款。咱通常拢点点安尼读嘛吼，默想吼，啊你读看卖咧，大声甲读看卖咧，试看卖咧，啊你甲写看卖咧，你会发现你对上帝有较深刻的熟悉。愿主祝福咱，会记哩，不要来卡无，你也深深感觉我袂当，我深觉不能，所以我要领受上帝的圣灵。我深觉对上帝的话我行不出来，所以我必须要遵行，用敬虔来遵行上帝的话。因为我深觉我自己不够，所以我要侍奉上帝的话，我要口到、心到、手到。抄写圣经，毋望主帮助咱，当心嘛读书卡来祈祷。至诚的主，感谢你听，互阮伫你面前听你的声，愿你的话正做阮骹前的顶路，前的光照亮阮头前的路站，祝福阮在座属灵教会兄弟姊妹，正牧长、正中职、正兄弟姊妹，无一个拍假路，每一个人拢尊主最大，看上帝为做宝贝，因为这是主你开喙所讲的话语，我要抄写，我要默想，我要研读上帝你的话，请主阮一生的帮助，互阮通过你的话，互阮的一世人拢通荣光你，感恩谢谢，靠主圣名，阿门。这时，请咱来吟会用的诗，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
请坐。感谢上帝，伫咱教会124周年诶，今仔日咱同家林正坤牧师搁一摆提醒咱生命中间怎样甲上帝话有关系。所以咱今年1月时阵就开始咧讲一个事工，就是2017年，咱教会兄弟姊妹要同齐来抄写上帝话。圣经有真侪版本，咱即要开始抄写的是和合本。修订版，咱的迄个筹备小组调一人伫遮，我就想讲吼，咱若顶半年写了吼，下半年咱来抄台语罗马字吼。咱今仔日即摆要开始，咱行第一步就爱看到过落去迄个阶段的第一步，对无？是毋是？读小学1年的时阵，你就爱帮助伊看到国中1年要创啥。安尼伊小学6年吼，会目标真清楚，知影伊要做啥物。伊知影讲，伊读国中的时阵，就毋免导师一工教伫踮咧边啊。所以咱今仔日开始要互修本，咱请林正坤牧师嘛来台前，搁咱即摆圣经抄写有一个小组筹备，这筹备的小组成员拢是咱教会的长级，敢若女的大部无敢若女的女性女长级会调一人，青妹长老伊即马。甲咱解释一下。兄弟姊妹平安。咱即摆有认写抄写圣经的兄弟姊妹，等下你会领到一份即个资料，伫即个夹子内面呢有一寡物件，请大家注意。你认写的部分认写部分的圣经，阮已经甲你印好啊，所以你只要用即个印好的部分，甲抄写落来就会使然后内底有一张注意事项。就是你即摆抄写的时阵，有啥物所在需要注意，安怎写啥物方法，阮会印伫遮，请你点等去看。然后你会有一张抄写的单，抄写的单内底刻3张，其实你只爱写2张，望第3张你拢袂用着。第3张是因为你若写3字毋对，就爱停写嘛所以望你第3张拢无写着抄写了后，请会记哩伫下面爱签你的名阮无要甲你对稿，请你家己对稿然后伫咱的内面有2支笔，一支是要写粗字的，较粗的一支是要写幼的。粗的迄支呢无印字，幼的即支细的这支有印字所以你若准做写，比如讲创世纪第1章，你会看到圣经拢较粗字就是要用粗的即支若内面的经文，就是要用幼的即支。幼的即支顶面有印咱即届善写圣经的纪念笔，所以写了后，即支是要送你做纪念的所以咱用这2支笔，毋好摕恁兜的笔写放在这个里面，请咱等下刷了咱离开的时阵，伫头前交台所遐咱会当领咱家己所认写的部分。如果你还未认写的兄弟姊妹，你若有意愿意参与即届的认写的活动，等下嘛会使哩等下随伫遐签，咱的同工就会分互你会当写的所在。好，咱抄写圣经甲写完，毋是咱的目的。迄个目的毋是讲你写完然后交卷咱交落来了后，咱要甲伊影印，copy 1份了后，咱要甲伊放伫遮。所以今年下半年5万咱完成了，咱是目标可能2年内要完成啦。我看应该毋免到明年今年若完成，咱甲 copy 咱迄份要放伫遮，所以你会当去看你写迄页。原版的即本的，当教育馆起好了后，咱要放伫教育馆，咱抄的。这个版本，所以目的毋是你抄写了，所以每一摆你安静，你每一工你安静的时阵，先互家己的心静落来，然后甲你今仔日要写的迄几节，加甲读出来。拄林牧师讲爱甲读出来，甲读，因为你可能以前读台语版，可能以前读和合本，但咱即摆用和修本，所以你把它念一下，今天要写的这几节，小甲读2、3摆。读个5摆了后，再安静落来，来抄写即个圣经。那安尼，你会当搁较经验到即个话，今仔日要甲你讲啥物，要甲咱讲啥物。所以咱即马3个人，阮代表伫遮写几字动笔，
这叫做起笔啦吼，代表咱兄弟姊妹今仔日开始，咱要领这份转去，啊，然后你若写好势你的部分，你会当再交转来吼。咱是请林牧师啊做阵来吼。约翰福音有讲，圣经上帝话一点一画都袂减少，所以你抄写的时阵，不管伊是甚物款的内容，你就照安尼甲写，吼，包括伊有第几节阿拉伯数字，甚至伊中间有画一个碎写注，啊，你嘛照你注安尼甲写落去，逗点的逗点，顿号的顿号，句点的句点，好啊，照迄个安尼一个一个安尼甲写落来。伫迄款的过程，互咱经验2000年前、3000年前遐个文书怎样抄写上帝话，也是来经验搁较早以前，摩西上西奈山的时阵，怎样上帝讲，然后伊就甲刻落来，咱做阵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毋那干那想出阮活命，搁将你的话降落伫阮的中间。互阮通过每一日，甲主你三交杯，领受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样式。阮伫教会124周年生日的今仔日，阮同齐立志，要领受主你活命的话，阮要来抄写圣经。阮圣神甲阮三个弟弟，互阮会当用敬虔欢喜的心来甲你面前。三甲来参与一个有意义要紧的服侍，恳求你啊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阮伫抄写的时阵，我们搁一摆经验到多正做话，多正肉体耶稣基督里，甲阮三甲同行，三甲弟弟。阮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所以等下礼拜三，你就要会记得去。领你这份，还未登记的人不要紧，你赶紧去遐登记，登记了你就当领一份，倒转去抄。今仔日是咱教会生日124岁吼，所以咱要来做阵唱，祝你生日快乐吼，祝你生日快乐，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咱哦感谢迄个同工吼，特别今仔日甲咱传即个过两歌，124岁，咱。若会当个，你若毋捌看过咱102周年迄本个吼，毋捌看过咱102周年恩典的路、感恩的路迄本纪念册，咱望会当找交泰中心，有缘共款，咱会当看到咱教会过去真水的历史、信仰的前辈所留落来卡粒，所以咱即个时刻拄好伫咱在场20多年前，1990年。到1996年，伫咱中间服侍的林正坤牧师，嘛是咱今仔日邀请伊来的林牧师，咱要请伊来分垃圾啊！看伊吼，肺活量有够吼，这诚济咱教会献伫上帝。除了咱要抄写圣经，咱有缘共款有一个过两歌吼分邀请上帝做阵来食吼，来。
这时咱备办心来奉献，奉献的时声音献做活祭。我主我的心献无你，我主我要跟对你，你人自高听堂看亲像天，你信实的高万岁，我要我的王我落来大尊名，奉献我落的罪。耶稣主耶稣，献我的心给你。耶稣主耶稣，献我的心给你。我主我真爱敬拜你，我心自信你应告，我答完全我可静静定候，我安息伫你内面，我要保养你的阳光甲恩典，直到我见你的面。请起立。这时咱来念这礼拜的金句。伫周报的第2面，金句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到17节。既若互上帝默示的经，要利益伫教示，伫督责，互人归正。因带人学义理，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便便来行拢总的好事。咱做伙来念2遍。提摩太后书3章16节、17节。既若互上帝默示的经，要利益伫教示，督责，互人归正。因带人学义理。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便便来行拢总的好事。提摩太后书3章16节、17节。既若互上帝默示的经，要利益伫教示，伫督责，互人归正。因带人学义理，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便便来行拢总的好事。这时咱要来报告，毋知有第一届来树林教会做礼拜的兄弟无？林春鹏弟兄吼，对，好，咱真欢迎。
啊，过来，林牧师嘛，吼，嘿，对，伊是按美国吼，美国转来啊，这撮啊，今仔真欢喜，啊，甲咱三甲斗阵敬拜上帝，林牧师吼，林春藤牧师安尼，感谢，咱搁一摆欢迎。美雄执事美容技术牛吼，技术牛伫遐吼。哎呦，来，咱欢迎你吼！你即马有带伫咧代驾啦，较侪时间是代驾。嘿对，啊真欢喜今仔日啊，看你啊甲新妇做阵咱中间。陈美容技术吼，啊有林正公牧师吼，咱热烈掌声。OK， 好，安尼咱即摆来看迄个报告吼。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中昼12点半召开青年团契同工会议，下晡1点召开中职会。2017年互修本圣经抄写已经开始啊哦！国内福音队已经开始报名，请有负担的兄弟到招待道摕报名表。3位丰盛人生，请到招待道也是办公室来买。105年度第1学期的奖学金开始申请，到3月19号截止。后礼拜是 Good TV 事工奉献主日。后礼拜主日礼拜是徐佩文传道主礼。这礼拜六早起9点到12点，敬拜诗歌服侍训练，邀请同工做伙参加。3月18号拜六早起9点半，关怀事工部的读册分享会，欢迎参加。4月2号主日下晡1点半，联合追思礼拜，若有要参加的家庭，请伫3月26号进前将报名资料交予办公室。顶半年度学道班3月19号开课，要受洗的请报名参加学道班。教育馆的兴建工程已经开始进行，地质改良庄 CCP 止水庄，求主保守顺利平安。明仔载是上年月例会，邀请政委周牧师分享信息，欢迎邀请亲友参加。4月24号到4月28号，北中上年部举办春季的灵修的旅游，会到越南。报名请连燕弟姊妹也是正会办姊妹报名参加。本会定伫每主日的下晡1点，少年团契 KB Center 读册小组伫年希美教室读册。这礼拜六暗时7点，本会举行拜六的敬拜，欢迎会友参加。3月12号中昼12点半，主日学老师会议。3月18号，台湾新学院举办问答营。3月6号报名截止，详细请到办公室了解。请继续为着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代祷。咱感谢主，互咱会当伫伊定着的时间，过来甲圣殿敬拜伊。这个时阵，咱也特别将咱家己今仔日的领受，要献伫上帝面前，也包括咱家己本身、咱的家庭，也是咱的工作，也是咱对教会、对社区的关心，咱犹原同款，拢要献伫主的面前。所以，请咱起立，开咱的心，开咱的嘴，将你家己心内特别的主求的，咱来拍开咱的心门。亲爱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搁一摆领受你的话名，恳求你，互阮会当来也互阮会当领受，就安尼伫行。主，亲爱主，阮感谢你，
伫阮释教周年的今仔日，搁一摆将你活命的话想述互阮，亲像主耶稣你所讲，听着我的话去行的人，亲像一个聪明的人起厝，将伊的厝起伫石盘顶。亲爱主，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脚伫地，互阮毋那干那领受你的话，也互阮会当照安尼去行，诚做一个聪明的人，看到生命你所互阮的阳光，愿意帮助阮，互阮已经酸的脚，搁一摆得到气力，随落来的手会当搁举悬，愿向前跑走，亲像主你互阮迄款营造体式飞悬的气力。我们伫个教会释教周年的今仔日，搁一摆立志，恳求你的慈爱甲怜悯，永远无离开阮，互阮甲阮的家庭，拢诚做水的见证，互侪侪人看到阮就欣赏，嘛意爱要来认捌主你。愿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吟上咏383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咱吟说，请林正公牧师祝祷。天下万国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诚信，阿罗三位的白上帝，尊名流传地甲万世。感谢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124年来的引带甲祝福，对树林教开拓教单，主啊，这段100多年来历史的中间，主阮有真多的同工兄弟姊妹付出因的代价，无论是有形无形因的贡献，主啊，求你纪念帮赞。阮全体树林教兄弟姊妹无袂记你，就谢念因的辛苦甲trava磨，学习因的脚步，继续来开创新的历史。主啊，我哋要切切恳求你，帮助阮树林教这100多年来中间，有真侪崎岖坎坷，有真侪伤痕，有真侪讲袂尽、算袂了欠亏上帝所在。主啊，求你亲身来医治，你来赦免。耶罗伯恳求你，将你十字架顶所流落的宝血，高高看捌，洗除阮拢总一切罪。让阮清气的心，甲正直的心，伫迈向124周年以后的历史的时阵，互阮拢无回头来看遐个。独主神头前主你所为着阮陪伴，着跑走的目标来进前，求主你祝福。阮勇敢开创新的历史，来荣耀你的圣名。但愿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诚实的相托甲感动，常常甲面正人三个伫地，对这点起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早起下礼拜先结束，请咱默祷请安。